繼續來關心天氣，今仔日因為受到西南風沉降的影響，佇咧湘北、宜蘭也有花東、金門地區是好天燒熱。咱有發布高溫的資訊，即氣溫是超過36度。因啊，佇咧中南部地區馬祖平湖，今仔日又閣開始落陣雨，甚至有可能會落大雨。也因為當着大樓佇咧嘉義以南、甲馬祖的沿海，都要注意有可能會較高積水甲淹水。另外，這風台三等里目前是已經減弱做輕度的風台，外圍環流也會對中南部地區帶來大雨。氣象署預告上緊佇咧今仔下晡就會解除海上警報。咱馬上回來看最新的記者會說明。這個颱風預計在今天白天會逐漸的掠過馬祖北方的近海，要提醒當地的民眾朋友要特別留意颱風的消息。另外，隨着西南風的影響，目前在嘉義以南地區已經出現了顯著的豪大雨。預計降雨在今天上半天還會持續，颱風中心已經非常接近華中的沿岸，預計稍後就有可能會從中國的浙江省登陸。而颱風的暴風半徑呢，目前是150公里哦，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今天白天它會逐漸的掠過馬祖北方的近海。不過當然，隨着颱風登陸到中國大陸之後，暴風圈呢持續的縮小，強度呢也會逐漸的減弱。氣象署呢會視颱風減弱的狀況以及移動的狀況來判定今天下午到傍晚有沒有可能會解除颱風警報的情形。